譬如说马英九总统，或者是我们各个前辈能够去帮他助选的，我们也安排这些时间去马总统或者是这些前辈去帮他们助选。好，来3、2、1，出席。他都市长关于立委选情的部分，针对您这边预估的，是不是大概有将近10个选区部分还是比较焦灼的状态？另外，关于这个民进党最近打出这个下架司法，是不是说有点冲击到选情的部分？我们这边有没有相对的一些对策来应对？每一个选区的情况不同。我们昨天跟包括曾永权秘书长以及我们几位同仁探讨，到底有哪一些选区是属于目前比较焦灼的？我们根据我们的资讯得到大概有10个选区，现在是最焦灼伯仲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希望能够补强，而补强的方式有非常多，各地的情况有一些可能是地方上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希望能够一一的去化解。有一些可能是需要更多的包括譬如说马英九总统，或者是我们各个前辈能够去帮他助选的，我们也安排这些时间去马总统或者是这些前辈去帮他们助选，一一的来增强这边的战力。我们相信啊，这个增加的这几趴就很有机会哦。我们增加这10席，其实来回就非常的大啊。那我想请教，就是说，在您接下全国的这种主委之后啊，您外界有说，就是接下来最大的挑战是政府像是王金平，或是说继续来寻求跟多台的合作。不管是任何一位，我们原来的朋友或是原来的支持者，我们都要把他找回来。那我们大家现在是分进合集，不单是朱立伦本身，包括我们几位的荣誉主委啊，包括马英九总统在内的几位荣誉主委，还有包括我们后援总会的连战总会长，还有我们顾问团的总团长黎丰正总团长等等，我们大家会分进合集，把这些老朋友找回来。市长，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香港浸大的学生会长，他有提到，就是说，民进党是用这个香港人的血来换选票，虽然到后面他已经有修正了他的用词，不过香港有那个网络平面媒体还是有提到这一次说，认为这个民进党是在吃香港人的豆腐。支持香港所有的人民追求民主人权，是国民党一贯坚持的立场。我们不希望有任何的政党或任何的个人是想要把香港的争取民主人权的过程当作提款机，当作选举的一个战略，而是真正的关心香港的人民，真正关心香港的民主。所以对于难民法的通过，我们国民党应该要予以支持。他躺在那边这么多年，而民进党今天如果真正关心香港的民主，就应该积极的来推动这样的一个法案。好，谢谢了，谢谢。